家平安、快樂、健康。講到健康啊，是跟人類啊最需要嘅，因為是跟要健康嚟講啊，切家面對春本啊，兄弟姊妹見到切家是熱人當中是3日1行嘅喎，見到是落皮4日1嘅喎，所以你2023年啊，我相信上帝已經帶切家過了3日1，幾日帶切家過日1到日1，都出門平平安安。健康啊，講話健康啊，咁多人都要注意嘅身體健康啊，佢係乜嘢啊？增加嘅食物鹽嘅，唔係ăn多甜甜，唔係ăn多鹹鹹啊，個了要食維他命、潤糖，兩種都強嘅，變到咧兩種滿背來嘅強，但係呢啲計係最強嘅，所以我嘅神經講嘅，呀，我神經講啊，在千年書17。22節，心中的快樂就係最好嘅藥啊！心中的快樂最好嘅藥，一從內肚裏出嘅，內肚裏的要快樂，心中的嗰都係最好嘅藥。意思心中的快樂，平痛都少嚟啊！呢一個藥啊，都係我神經裏講出嘅，呢一度阿婆的冇好賣嘅，藥店冇好賣嘅，一出係喺上帝嘅福音裏嚟嘅，心中的快樂最好嘅藥。佢接喺度講，但係冇精神嘅人嘅骨都走hết，冇精神嘅人啊骨走hết咩意思啊？意思骨走咪平痛嚟哦，煩啦、修理啊。煩惱啊，精神過度，煩惱過度啊，呢度平痛嚟冇精神嘅人，人家不平嘅人啊，係冇精神啊，冇頭先啊，嘛咁樣嘅經書教大家呢個福音佢單，講大家聽，心中嘅快樂，嗰都係最好嘅藥啊！還要嚟講啊，我嘅經書講啊，喺熱天實啦呢家56節咁樣講到，思想是個係開心快樂。但係呢，對上帝嘅經書用人寫出啦，含自家思想係開心快樂，超係要用處。過了呢，就係本自家思想係要禱告，禱告講自家意思係跟上帝要溝通，係要依靠上帝啊！過了嘅接喺18節嚟講啊，思想自家嘅心中嘅判斷出要感恩，心中你要感謝對上帝，要感恩對上帝啊！呢都係上帝合意嘅。當自家嘅心中你在你出於感恩嚟講啊，自家都在到唔係出到唔冇嘅話，唔係講我安苦冇變冇辦法冇希望係自家在你出樣嘅啦，佢只係咪生自家講出嚟話，嘛今日聖經教大自家在你係要多多感恩，在你感謝上帝，講我經要快樂。因為要上帝，嘛今日自家你係講隆重都係經書裏的上帝呢一方面你哋得到，來到上帝嘅面前，熱條心愛佢，熱條心自家相信上帝，自家得到，在呢個經書裏寫嘅心中的快樂都係最好嘅藥，嘛個心中快樂，我禱告本隆重要聽呢個福音，你得到心中快樂，呢個身體得健康。仲是咪係講隆重兄弟是咪意思到勞工禱告，可以打壓嘅天父，所以大哈利時候嚟啊！上帝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